仔都講咗好多啦。咁我就話俾大家知，你哋一共咧，其實一個人應該要準備要買3張。點解咧？一張咧係要拆開攞嚟聽，攞嚟簽名。冇錯。另外一張係收住唔可以拆嘅。係。跟住另外一張咧，就係攞嚟聖誕節嘅時候送俾人嘅。你時間得靚靚送俾人，哇！收到呢份聖誕禮物真係好開心嘅。係啊，所以咧每個人買3張，買3套啊。我唔介意係咪再買多幾張啊嘛？可以買多幾套嘅，OK 嘅。收完即止啊！係啊係啊啲啦，係啊係啊，所以大家記得啦，一定要嚟團購啦，記得多多支持我哋8位歌手。咁我相信我哋大家咧都一定會繼續努力，繼續唱咁多好歌送俾大家。係好，接住落嚟咧就有子瑩啦，交支咪俾佢先。其實今次咧，我見到除咗咧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顏色啦，即係代表住之外咧，其實咧個 CD box 嘅封面有啲寶石喺度喎，究竟有啲咩寓意咧？哇，其實咧呢個 box set 咧有鑽石嘅元素，即係我哋好寶貴啦，係咪啊？仲要咧我哋唔同顏色喎，8個人，我哋係獨特㗎，所以咧希望好似以神所講，呢份係一份好寶貴嘅禮物，大家一定要買翻去送俾朋友、送俾自己、送俾家人喎。係啊，唔單止係 TMG 嘅8件寶物啊，亦都係所有樂迷心目中嘅寶石嚟嘅。好，接住落嚟啦，劉洋啦，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吧，你的哇推出唱片了，有什麼感覺啊？反正我要自己，我自己肯定要自己买一張。对，我要收藏，我要买5张，对。5張不夠，10張，好不好？但你唔好搶晒佢哋喎，要留翻啲俾佢哋喎，有少幾他們，對對對。你買10張，然後你要買我們的每個人買10張。拜拜。每個人買10張，聽者有份，謝謝哥。不是，我們這個不是連在一起。對，其實我們係這份，那個是放盒子裡的嗎？那個是冇錯，係一張合輯號。你明唔明點解其實要成日分開哋？你哋兩個成日鬥嘴真係好煩。他是說我們每個人的10張包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得買80。謝謝哥，感恩。那這個有張人就留在你身上了。你是我們大客戶啊，你們。你是紅色。喂，我看到你是紅色，我知道，喂，紅色的意義嘛，我喜歡啊。馬上到聖誕節了嘛，你看我這頭上多喜慶，是不是？你也聖誕好了。這個提前祝大家聖誕節快樂！聖誕快樂！好 Christmas！ 最後都要問下張士斌嘅啦，How are you today？大家好。Hey，要嗰種 OCD。How you feel? Is it excited? 係啊，我好開心，多謝朋友，多謝天天飯，多謝香港。The 8 Wonders is amazing guys, so yeah. 多謝大家。Thank you。嗱，其實大家都見到咧，即係好多唔同嘅顏色都代表住佢哋每一位嘅歌手，亦都我知道係你哋自己中意嘅顏色，即係好似黃鄭俊仁咁樣啦，就應該係一定係綠色啦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好中意綠色。係啦，咁啊，雨神咧就一定係紫色啦，係咪先？係啦，所以大家有冇你嚟緊呢個時間一定要擁有呢一張8 Wonders， 好唔好？嗱，其實咧，即係除咗今日咧，Announce咧會有呢一張專輯啦，喺嚟緊嘅12月10號啦，每一個大嘅唱片鋪咧可以預購之外啦，其實都要同大家講嘅，由今日開始12月13號咧，我哋 TMG 全新體驗隆重登場，記得鎖定咧 TVBMusicGroup.com， 裏面咧會有好多關於咧 TMG 歌手裏面嘅啲資訊啦，包括訪問啦，你哋啲動向啦、歌曲啦、MV 啊都會擺晒落去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。好，講咗咁耐啦。其實我相信大家係咪都好想快啲聽到佢哋唱歌先？不如呢個時候，我哋打頭陣嘅朋友有劉洋，好，咁而家剛才咧可以休息翻一陣，唱歌啦，好不好？我第一個嘛。對啊。好，因為我知道其實咧劉洋咧即係有工作在身，都特登要嚟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呢度。